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節嘅天氣節目，我係岑奕林。今日我哋受到高空反氣旋嘅影響，首先睇一睇大範圍嘅衛星雲圖。我哋見到廣東沿岸嘅雲量今日唔算太多，所以我哋預期今日嘅天色都會唔錯，會見返好多陽光。所以今日最高嘅紫外線指數預測係11，強度係屬於極高。大家喺戶外活動嘅時候就要記得做好防曬。至於氣溫方面，去到6點鐘左右，香港大部分地區嘅氣溫介乎24至25度。我哋預期今日同埋聽日受到高空反氣旋嘅影響，天色會係大致良好，日間會係炎熱。所以今日詳細嘅天氣預測會係部分時間會有陽光，日間係炎熱。市區嘅最高氣溫大概到30度，新界會再高1-2度。下午局部地區會有驟雨，風方面係吹輕微至和緩嘅偏南風。至於之後嘅天氣，大家就要留意啦。去到本週後期，受到低壓槽同埋高空擾動嘅影響，廣東地區就會有大驟雨同埋狂風雷暴，大家就要繼續留意天文台嘅最新消息啦。所以展望方面，我哋預期聽日部分時間會有陽光同埋炎熱，稍後會有幾陣驟雨，去到星期四同埋星期五會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，雨勢會有時頗大。多謝大家收睇今節嘅天氣節目，再見。